经过16年，这台湾灯会今年登来到台南举办，高铁灯区伫元宵节起鼓，不过还未点灯，就已经有真侪人来遮翕相，甚至传出有一寡作品已经去互损害去啊。台南市政府就讲，目前部分的作品还搁伫咧测试，加上有真侪大台车出入，许民众唔通家己走入去，就惊发生危险，到时阵影响到施工的进度。安明亚宫中金黄色的烟火则会喷出来有够水，推春节期间累计到达超过300万人来遮赏灯。另外一边高铁灯区搁咧施工，四号位啊虽然有打禁止行入来标示，也是侪人小钱来看今年的主灯。主要因为两边灯区时间无同，主灯24才起鼓，地数未少民众误会才开始呀，甚至传出有人入来破坏。基于对国家的不满，或者对他这个政策的不满，然后或者是说对政府的不满，然后他们会进来做一些破坏的工作。也有人开车直接冲过管制哨，直接就把车子冲进来，然后他也不走。高铁灯区还是施工的工区哦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前往参观哦。高铁灯区面积有40公顷大，按算会展出200件作品。本身部分作品当咧测试，有大型户外歌音乐团来演出。市府估计有未少观光客会来，除了规划接送车帮，把临时增设停车场，总共有6000个通停，就惊到时塌。交通局建议民众多多使用大众运输。本来这个地方就是至少高铁就在旁边，对。然后这边又是一个算是新的科学市镇，这样民众他可以搭乘高铁，直接在高铁台南站下车，或者是在搭乘我们的那个台铁沙仑线，然后在我们的台铁的沙仑站下车，即使只要步行3分钟、5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灯区。台湾灯会登记到3月7日，车辆卖配合灯会起鼓时间来管制。平常日下晡1点，若假日透早9点开始实施管制。交通局讲，计看现场车辆状况做调整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